去印尼又點只得巴里？日野丘一卡塔係印尼最後一個蘇丹國，由耶加達轉1個鐘頭機程就到。除咗有大量世遺古蹟睇，仲有好多奇幻景色，大把打卡位等住你。日野最出名景點係婆羅浮屠，佢係全世界最大嘅佛教建築，古代東方4大奇蹟之一。去婆羅浮屠睇日出，唔少外國網站都選佢為死前必去景點。想睇日出，要凌晨4點半就去到。佛塔有2000多幅浮雕，睇完上面記載嘅警世故事，真係可以講返句：世事都被我看透了。離婆羅浮屠15分鐘，仲有呢隻巨型公雞，其實係一座教堂，歡迎所有宗教人士入內祈禱。雞冠位置仲可以爬上去，一覽森林景色。嚟日野仲可以試坐 Jeep 卡，去麥拉皮火山睇日出。呢座全印尼最無法預測嘅活火山，喺06年同10年都曾經爆發過，仲帶來傷亡。除咗可以近距離欣賞火山日出美景，仲可以用 Jeep 卡做道具，影張熒棍靚相。上完山，仲可以向地下世界出發，嚟到呢個天然沉洞，挑戰垂降60米，走入巨大山洞探險，就可以一睹呢個超靚耶穌光。雖然過程艱辛，但絕對可以寫入人生 bucket list 之一。而近期最 hit 要數呢個叢林公園，裏面有樹枝紮成嘅巨型藝術品。最受歡迎當然係救世奇幻嘅巨人手掌。無論係印尼網紅定一家大細，都嚟呢度打卡。日野真係好好玩啊！I feel like there's no